今天你来说的是坟卜，因为你这个窗门两高的嗓子在上装不好，说起来嘛音量轻，那么有两声都唱还在轻么是轻音乐了，那么为输了一两晓得，说么是譬如两只数据啦那么的，那么啥东西老师，因为新年里向嘛，那啥个欧当人娘的，听当的子弄得哭出了嘛，买不是为不是。说金龙娘娘听一个胡哈子到屋里向来凄苦了生命，那个男人金龟生出妻子不受了，不晓得了外地凶吉日，那么听个哈子来，要生命焚薄，门门凶吉。这个哈子姓胡叫胡忠贤，好像生意好的情况，一个人唔白我讲。好铁口，好关系，样样好。所屋里嘛泡外的参汤了，用外的锅儿先生，小口塞入了么大口贴着你了，批名师嘛我要爬台了，我要开玉门那个吃火堆，谁家空心呗，但还一不灵马上不灵，现在弄得来一塌糊涂，身上下狼狈不可，山雨露天上。今朝天个初一天气活热了，头浪向打一顶叫风巾，四只骨把了老从外头的，东南西北风侪吹得进的，叫风巾。这生命总归是先生了，但你从这说书还是先生了。这个上门当中要抓一点，实干穷有时细说害情，花头个家伙你用纸头搞起来的，叫自搞害情，称你都想。这他虽一生一当故事要吐下来的，可是儿子不跟，妈妈不对，经过背头上大个上通司马的，一到椅子，水里向拿一根竹头叫名上啊，这个哈子拿竹头当眼睛用的，这啥样子？今至金家的一个门是口头切竹，有的大这个玩意呢，看见哈子晒的专营的。还有一种人专门去寻哈子开心，要出力个洋相，哈身上的外国头浪像个快上得一塌糊涂。门上最近努力领导他中门跟随，一口里向个乌头出来叫五花了。怎么晓得京东娘娘怕五花来努力领进去了？我明上头这种五花水里向一种嘛，这个大块头最近出去，哈子也不晓得，连牛当是最近的，所以叫哈子。多少啊？哦哟，起码哈子3个开，啊晓得了。生意好的请来吃点心还是要多少啊？觉得俺有生我也不多心的，多少啊？孔先生，一听个女话，多少啊？你拿这个买那个快递走得出来啊？这真是个活龙哪个破艺术相当啊？这是个君子和龙家。我家你啊？哎，你说呢？可是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的。眼睛都不灵，就说鼻息没别个哪里不要听出来的？你告诉我，你也不要听。老乡邻五花妹子。哎，不得听出来的呢。啊，妹子是你啊？我家。那你要理解大家。那娘娘这种灵美进去呀？多少年17多万。最近发哪里啊？大头妻子做日子。17个。嘿。15块的。17。已经应声了呀。应声了呀。那空啊，过去那个快呢？那空呀。哎呀呀。一栋上了还是？一里出了黑哇。哦，奶奶人哦。哎，我的妹呀！就是来像那个人工定心噻。哦哟，妹早上有几多啊？早有不记得。哦，你想好啊？哎，没想你身体还好。哦哟，你现在人是上得嘞，上有不可去做哪大家上个了啊？孔先生，你今天眼睛好点噻？今天眼睛是哪是一点掉出来噻？那晓得我上第一次讲。那从你那大个讲闲话个辰光了，哎，那个声音都让我一眼眼的。现在那个声音已经随着我肩高的。哦，听声音
清楚。那么上语文看见么？你中上边了。我记得上语文看见了，你熬得走得中不了海。就是我雷超我是没讲闲话是，我也上来。等着不讲就等法的。是等我哪是来？哦哟，你来领我。蛮好蛮好。是呀。我要来乡邻在。先生，你跟我来啊？来的吧。那他们再给他白龙里吧。蛮好蛮好。先生二弟。不要紧的。啊。你两手他的。这你真的看不起。来浪费我一个东西。是呀。先生，你生意还办？生意啊。你哪门得出的？那哈？你看我脚浪向搿双马娘来看呀，这是胖歪歪里做。哎呀，老子都在门里了，哪来？哎，我本来。三世兴隆啊，一灵啊，这位离你们缘不通。我是用家子个真财运。刚才就想发财哇？发财啊？真财运呀！发，我说发得来。啊！弄得一江不头么赛当空。呀，发出来！哎，别人讲叫陈寿明。五郎中。对。秋大是东山风。是吧？各有节日不行好。与我去马用。别客气，你当面向说明政府。哎，这技术啥？技术啥？你不要叫你后天看了好多戏吧？过去没有啥个好多戏。啥子？你是这样的强调嘛？我不穷，我实在用。你说黄金么也比多。哎呀，出来！我不穷，我实在用啊，一零啊。他比把他的浪生了500封。哎呦，你房子这个呢？这浪向500封。可是别人好别70里噻。谁疯子？咦，我不穷，我真的穷。穷人当中是祖宗。好先生，不出心肝。那。你老听我别人玩。那了。你怎么做什么人？那怎么来做中？这么穷人呀？啊是。哦，我手中哪个做中啊？是嘞。你是穷人的。哪家？你等到金代里风吹不少，雨多不少。可真正你山上高浪向出来个五花事，你给他高于为荒着呢。那看了真是不出的呢。哎呀，祖宗你。吃人高的呀。哎呀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别客气。干啥？啊，说上好。不是一天了。啊。门开。啊，到底下来乡里，你这海来嘛，我不追多。啊。后面追听刚刚在海里自家哭死过去。哎。我领过来嘛，我打一脚踢得来，痛得来。嘿，啥美的呀？是这样。先生。当心啊！那，给他开这个手。没好。你是把他手机了？哎，您那里把他不比，母亲的地当比。中国要来乡里。你说啥？啊！好了，现在别说，不能吃。行。啊！说一来嘛，就是吃素了，说。素总要吃一餐饭。多种人家嘛，就是有所不有所。比个呀！啊，比个。比个哈。啊，比个。你等下，我谁来个？这看中国要认得。是呀。一来就是吃素菜。等一下。来乡里呀，从呼吸这里呼吸红茶。也很，所有人一头布的，这杯红茶拍着滴滴浓的，它是喝的在，拿出来手机上一放，陆先生，素来噻，小张呢，生日乌龙茶。哎呦，总归要来乡里，别客气。他只做那个独立路上了，肚皮办法是担心的。今朝早上点心不吃，说你压力分吃，说你中浪吃点葡萄糖嘛，现在说嘛就说着了。总归有点么是下气吧，我不得来。不好说，这可以说下气了，大概要得干口的了。你肚里向两条胃容的，我妻子腿在那等，吃得饱了么是唔饱嘞，请你吃药。这两条老外的腿，这种好哈子的，被鱼浪说上去就活痛了。噔，两什么哈子中间，哎呦妈妈的分开出来。
肚里痛。肚里痛啊？哎。那啥地方会肚里痛个家？肚里痛才是啥呢？啊？不会预期刚要来封夸心的不会。这个真够哪子嘞？副局长，你把男人可是嘛，那个女人病家？这个猪毛病男女侪要生的。副局长，那会是生病了，这是两毛病家？这个阿叔这个疾病复发了。哦，刚才讲来去研发嘛，副局长，你屋里想痛起来嘛？还说对方吃这只啥么子下去嘛，我都不痛的你。这个啥么子吃下去嘛，会得不痛啊？哎，就这个种吃得饱么子下去了，就会得不痛。好，副局长，你那肚里痛啊？你这个，肚里痛啊？这2碗肉面，1碗5花，1碗7皮。刚刚要吃，王林老爸爸来，说娘娘喊我努力过代买，2碗米300来往结果。我那肚里哦，对，副局长，这是到底是个哪？都是哪了？不下来得及了。要不我去弄不来吃完。你去弄啊？哎，我在地上不来吃。是。哪一呀？是。别的呀？阿比个？几人的呀？别，你外头说。你这个东西啊，你这个快点来着。快点啊！今个里在一人的呀，动人家一大盘。40文字，叮叮当当当的哪吒给他不一听嘛，手机上一放，陆先生，别子啊，进来噻，谁了文字里，手机上下来，自家我点吃吧。在上的，好，孩子听见声音就好了，叮叮当当当叮，我说哎呀，吃完了那个，吃不吐不啥心嘛，哎，自家摸着吧，4大文字包哈，西瓜子，都领我吃西瓜子。哼，熏青的，地不地海外。闺女，我要不哭了，里向我有我，来不及个里向要抢去了，还不来噻。第4大文字。哎呀，俺不听起，得这个，哎，俺不听起你不叫，我请你说不要，哎，妹子啊，这啥么子呀？俺多了处理的不个叫。先生，这个这里像是牛奶片的。牛奶片？妹子啊，这种牛奶片是娘娘们都小爱果子刚刚一起。有吃吃皮肤吃，我上腔的吃牛奶片，吃个200多的。胡先生，这个意思里你也吃得饱的。说个意思里叫都比我们中国吃得饱的嘛。这个三个真是。那好了。今天吃的。哦。人家叫妹子都是得气劲。偏气是动力嘛，肚子无肉娘肚子。我肚子。哎呦，椅子嘛吓服。娘们来这个肚。据说了工地的这样一白汤。妹子啊，别讲的，你别讲的呀！你这个谁哭啥的，你别讲的呢？这个啥？我来去口口，下次人妈妈让我帮你吃。做情侣的你先叫那个之后。你等下。4大文字虽说他们红红眼睛在厨房盖的，开火锅盖一口嘛，切着。我高了为一文，3个账子，给啥去对？4大下去冲不动，文字拿出来，吹上块。一大路白龙里想出来，白龙里的风来这个头，这肚子把那风一起，外头就只能哭着，外头不热，这个里向的汤了，还是飞滚发烫。哪吒不低听，手机上一放，先生，妹子啊，你吃不分吗？哪了？嘴上一闻。4只的了，错不多噻。哪多些呢？哪没没娘？那，快拿！哦哟，为快了，哦哟，孩子一摸嘛，不是虚的啊，因为不马懂的自家吃，一张头子像3个人的球队这样一个，这个4张下去总差不多。你看，弄伤了还，干了嘛，不要进去了。哎，总不要自家人有得帮忙的。喂，胡先生。刚刚一眼要离吴先生的，你不答应你，你听过这个，你按年上帮他做人民的。哎，
不是你的啥？这天是家孩子。我也吃豆子的想到药材。你都来啥子？嘿，没好吧？哦，没事了呀。你都要么呼吸吃醉呀？是呀。是啦。那么我已经确定一个，那最好吃的。这个年纪都还要身体健康的呀。对呗。那么你听着我我们现在搞起的。我都听那个。怎么还我总懂了？你这个酒一搞，你这个身体来得个好。真的。你们这就好。真的。搞了往金高里，我要想到你都要。所以乡邻来见呢，天女对不对？对。没好没好。啊，你放心吧啊。那挺心塞。你等那给他，你放心哈。放心啊。喂，好先生。不是，你看娘，今天在你家，还是娘不家？娘来着，大半个在娘来着。印度娘嘛，当初来了嘛，为自己吃酒的。是呀。是呢，那么现在夫妻怎么差的上？是这的。来这个好。哎呦，好棒子。那么你乡邻本来挺乖的，隔壁不是怪冰冰棒棒棒冰。也真这样。这个现在是一样的嘛，你打好的呀。哪来？那你既然肚子到底哪来？这个菜菜来着。那么过去大家去叩门，我是分期了。你去哪把去的？我起码找他这个老人。这一个人多老夫妻来这个里。没好了还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真的。找人家们是要这个武器去。是呀，好气生人呀。当天落地手上。没好。没好来的。那是有良心的。谁想着？是呀，已经去。放心啊。放心啊。喂，我弟子。你家狗，你在这上家婆去家？对面阿狗来着。那所以爷娘要紧。这个上梁不怎么下梁花。是喂。你的老夫妻一样和门挂挂边上的。真的。动力不动。哎呦。东山我补去。地地上去。哎呦，没事。不是啥个东西来，洗水洗那三家花好。是呀。那这个么真正叫家务凡事性。对。你不搞人搞是天来又天来了。哪分也在的。你放心啊。那能够放心的。放心啊。我弟子。我不要说弟子，我不要说。小听你姐姐。哪听你？哪听你搬到主人民来5岁上面哪听你呢？哎呀，我昨天到你那个吃豆子呢嘛，记得的。你说这样的人偷个样子吃豆子？不是，我去吧。你放。你吃这个弄干？我拿那搞好子来吃的。去吧。不，你说。我不搞的。我这边那来噻。去吧。不是我听你也5岁上个呀。不搞的哟。他不给，全部让我吃的。我们不我吃。双阴几个呢？有个中人。我分2个呀。吃吧不给。这吃这玩意哟。我听你也5岁上个。不对哟。那不5岁上的？不是呀，你吃呢？怎么我要吃到？现在也要吃的意思。我真的要吃到。我就上高的吃呢。吃到。还是吃吧还是先吃吧，用啥病的噻？不就中药不吃他们来弄的呢？当时一张嘛，豆子往这里腾一声，说到10点起来。你要吃那个张子，哎呀，明龙来的，一个人，而且这个豆子的鼻子小薄的，外头嘛发烫，里向的把汤是飞滚发烫，不能一他们鼻子抽脱的，而且抽了一枚水下在这个喉咙里，往里向去，这把汤打稀了，使用上也要照着你喉咙去。而且有个么子得了是烧都烧不得，哈子这个一通痛的，而且把再分开出来，这里像怕有的呀。好，后子，喉咙去后子。哎呦，对了子。他痛的。哎呦，我分吃的不离心啊，一看。不是，我这没力气的呀。哎呦，对了子。这个没。哎呀。人家不能喝点啥个。你到水塘下来嘛，这个豆子扭了开的了。不晓得不是一天葫芦头一张82块，82块看到豆子嘛，当时挺力气了。
这花儿给抽过来了。啊！哦，这里水，好去。这到水溅起来，把烫到弄鼻部了。你里向不成你都是啊！好啊！鼻部了，好啊！在家。是天嘛？到水就在后水的，百姓啊！哎呦，百姓啊，好啊！哎呦，吃大萝莉，酸大萝莉吃不起。哎呦，哪里种个好吃吃不着？哎呦！哎呦，我不要吃的。好先生。我不要吃的。哎呦，先生。你不吃带这些书名不懂的呀？我要书名了。那么整个精神我不熟啊。不熟在为了让大家来打一场嘛，打一场吧。